谁弹奏着回忆协奏曲？蒙娜丽莎微笑着哭泣，救赎了灵界，始终不渝。谁不过去，谁都要击溃，手中牵的个毛笔，只想写出的戏。莎士比亚笔下的存在，哈姆雷特画中那。火炬的光谱照着剧本，但是越疯狂的离去，越把真写在对立，淋漓尽致参与。痴情似朵蓝飘散在风里，浮出水面的是不是真理？可怜慕的吻是一种别离。我就是光，照远方黑夜我闯，马上将你击溃如钢，把心魔都粉碎，不绝不对，将邪恶都灭光。照远方黑夜我闯，恶魔为非湮灭我扛，不分生死理解，不绝不对，将邪恶都灭。在太有镜子里的世界，与你对话的人又是谁？调了一杯迷惑的误解。你去讲理，这种话的细节是在暗示着一切，现在却在分离。瞳孔里燃烧的像日晖，孤独的夜有着灯深邃，作恶的乱总割下是非。追梦想的心，教堂里不能告诫谁被心甘的血。世界的钟被扭曲的声音，如同被折叠进来的表情，而我却在风中一路前行。我就是光，照远方黑夜我闯，马上将你击溃如钢，把心魔都粉碎，不绝不对，将邪恶都灭光。照远方黑夜我闯，恶魔为非湮灭我扛，不分生死理解，不绝不对，将邪恶都灭。我就是